南部连续落2天的大雨，高雄林雅区透早是有路边的树啊放起，险啊去陷着车，因为淹水后，高雄中澳的运动场煞出现土石。也毋过这波大雨，嘛互高雄的水情顶好，已经变作是青顶路。另外，伫屏东哦，嘛有树啊倒去陷着停伫路边的车。今仔早起，气象局是继续针对屏东的恒春半岛附近发布大雨特报，嘛提醒民众出外要爱注意安全。倒落来的树仔离汽车无到50公分，险讲歹车。高雄13半暝啊，阁落起大雨，林雅区福建街发生路树倒落来事故。关西公桥的树仔占掉马路的一半，勇工处接到通报了，赶紧派人来处理。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未少地区因为未赴排水积水，高雄中学12操场竟然出现土石伫积水内底收水，敢若是对大排顺水路一路游入来学校，互老师学生看了拢感觉真稀奇，赶紧先掠入去学校的生态池。地下水位高吼，对，所以短时间强降雨之下的话，造成这样的积水。走过去就看到有一条黑色的鱼游过去，就觉得还蛮稀奇的。大雨嘛，互高雄水情顶好，转转来青顶解除旱伤。屏东邦寮12嘛有路段的路树因为大雨倒落来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先行维持现场秩序，并通报台电、乡公所及相关权责单位协助处理。受地流方面的影响，南部沿海风影真大，游客坐东流线去小琉球，风影达交通船拍甲海来海去。气象局嘛对屏东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。